向前行，即係話我哋最初只不過係防衛我哋自己，保障我利益，我乜嘢都唔要，我知道你都萬水煮蛙噶啦，我知道你都喺度搞緊大灣區噶啦，我知道你咧喺度搞緊普教中啦，喺度嗰啲國企頭先講噶啦，嗰啲國企紅色資本喺度入侵我哋噶啦，我知道即係話嗰啲新香港人咧不斷咁樣入嚟溝淡我哋都唔知點頂你，但突然間整一個惡法出嚟，要喺20日裏面通過，我要保衛我自己。於是我力抗嗰個強敵，喺呢個抵抗嘅過程裏邊咧，呢一個無恥、邪惡、兇殘、野蠻嘅極權國家機器咧，呢個暴政咧不斷咁將注碼提高，係咪啊？佢將嗰個武裝力量嘅殘暴暴力嗰種